到黑龙江，也到龙吉海了，黑龙给我给小孙了嘛，那种提出来，或者提不飞天，或者第三天，那等我们中国第一行他小天了，北京我一都民间到人家总第三第一呀，这样到第三天嘛。非常有牛的叫造哇，叫他造些人都多大多人看了，给国家用网应当让贴自己要牛的啊，全部能用了那个过嘛，然后被啥路上被人家那个都被人家那个不那边，然后呢，大家被我到今天我让人家都写那样，不想被搞的。然后呢，这个做到龙跑完之后，大家如果呢，我把我到后面，然后呢，这上面接着飞下去，来做方面，你这飞上去，你先一条路上去，这走一些，再走一些，到这样去。
第二个女的吉利啊，然后那个不到了，这里才高那种样，非常帅的，你看，大家呢，小我的都是比较拿脚了。